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气类嘅节目。今本嘅老大家咧少介嘛介咧，少介东西当有意思哦，当像系音乐。又当像唔系音乐，咁系咩意思咧？读你嘅生活地图吼，你大把会讲，有等于讲音乐就得治疗你身体当多嘅问题哦。咁系乜嘅原因咧？有等于讲系精油，咁又系乜嘅原理咧？今日邀請到專家嚟到節目地圖，老大家嚟分享吼。大家嚟邀請你今日來賓，其實係你嘅邱成文先生，歡迎。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吼，我家下少介時間係講邱成文先生錯嘛？唔過先生其實對於挪威大家都係以 Simon 係嘛？Simon，英文名錯嘛？佢說哎呀，咩輕 fashion 嗬，大家就係以 Simon 先生。佢說你希望佢每啲節目地度係以乜嘅名較好？你知道？都 Simon 老師。Simon 老師，嗬，佢說一下佢先，我就係以 Simon 老師嗬。唔過 Simon 老師今日嚟到節目地度，同大家嚟分享嘅東西嗬，講較深一點嘅，同科學科學有關係，希望就會同物理、化學有關係。唔過講嘅係乜嘢咧？共振音樂、共振音樂，就聽起來有一些難，有一些做得了解。Simon 先生要講一下係冇？一個共振音樂哈，共振就會頻率哈，比如講。每啲東西啊，包括人哈，都有一個頻率哈。按外部來嘅頻率，假是共用嘅時間，比如講400赫茲，赫茲就1秒鐘哈，上下一次哈。啊，共用內部、外部共用嘅時間，亦都會共振。啊，而嘅音樂呢，利用共振嘅原理哈，將一個，比如講我哋五臟六腑啊，細胞組織哈，啊一個有一個頻率。啊，比如講。睡眠有問題，個筋骨痠痛啊，亦都用嘅各部分嘅頻率啊，用共振嘅方式啊，將個組織細胞哈調整回來。其實先生講嘅是比較物理方面嘅嗬，真正係輕難嘅一個學門啊、學問啊。不過其實大家做啲慢慢去比較表面上的去了解就會按樣嘛，用兒童嚟嘅頻率係未共用，有冇？因為頻率震盪有按樣嘅波形圖嘛。係講而嘅頻率同埋嘅頻率共用嘅時候，就變成一種共振的效應嘛，就這樣講。咁所以其實身體真正有按樣嘅頻率，可以透過很多嘅輻射。來做比如現場就講到音樂，錯嗎？所以你講的就是一種共振音樂。對，如果共振音樂彈起來有買冇用嗎？共振音樂。我哋要講收音機哈，收音機。我哋有個收音機，因為彈到天台嘅音樂做談話節目哈，所以我哋收音機呢調個比如94.3，百萬赫茲，啊都交通電台，啊所以佢哋共振態，啊。我嘅收音機94.3百萬赫茲，同個交通電台哈，共用頻率嘅時候都會共振，在共振態嘅時間，而嘅音樂講法節目都可以過，也就嘅共振嗰神發嘅嗰種。嗰個時常你講下共振音樂對你身體有乜嘅影響嗎？有乜嘅幫助嗎？而家都用音樂哈，都彈起嚟嗰種古典音樂。但是而家古典音樂呢，都從佢嘅茶車輛個信息都頻率，比如講，你睡不好，可能你的五臟六腑哪個地方出問題，然後它這個音樂呢，就把這個五臟六腑這些有問題的地方頻率因為宇宙間所有的那個物質或者元素都有它的。共振頻率都有它的共振頻率。我要問一個比較不禮貌的問題，較無禮貌嘅問題，實際係問一下，跟你講彈按用嘅音樂，比如講你睡冇，迄個睡唔好啊，迄個彈按用嘅音樂，達到一種共振嘅效果過後，可能你會睡眠會改善，錯嗎？唔講而家現在房間有輕抖某種嘅音樂，它可以讓你聽起來，也可以覺得心裡輕平安啊，又係一個慢慢嘅音樂，有冇？呀，比如講你去足療嘅時間，有冇按摩嘅時間？給旁邊的按摩師也會用一種音樂，哇，彈起來就輕舒爽。按用嘅音樂算冇？幾嘛可以，幾嘛可以。嗰時我哋講研究嘅共振音樂哈，共振都係講外部嘅頻率同埋身體嘅頻率共用嘅時間唔都會產生嘅低頻就0.034一種一種東西呢都講我哋身體嘅自律神經。錯。我哋自律神經有
交感跟副交感。错。白天交感要亢奋因为我们要活动然后副交感是晚上要休息就是像我们用车子来比喻交感就像油门因为你踩油门车子会动。那我们早上白天那交感亢奋的话我们就有能量可以去活动那到晚上我们就要副交感要活化要休息那副交感就像车子的刹车就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启动要跑或者要停要休息储蓄能量都是由我们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就是我们自己不能控制。因为一般人大家会讲嘛，也现推你有轻度嘅文明病，有冇按用嘅文明病，大家会讲係自律神經失調，有冇就時常講嘅交感同副交感。嗰時候我哋希望嘅就會講，你嘅按用嘅自律神經，你就得到一個平衡嘅感覺。你講平衡過後，其實你的人就會，該活動該發通嘅時間就發通，睡夢嘅時間你就會睡夢。嗰時候時常講嘅共振音樂，冇聽咗本你躺起來嘅時間，你是條踩油門，按不壓嘅時間就要放油門，對不對？嗰時常根本你要特別帶來一啲嘅931放鬆。給你從哪裡帶來的？是你？那個就是一個音樂都德國的德國的貴族都1986年嘅車諾比台灣講車諾比，都喺烏克蘭跟白俄羅斯邊界一個反應爐一個核能電廠反應爐爆炸，影響到世界氫氧衝嘅一個問題。去年都30年，一個地方都變成一個原始森林。伊講嘅攞出來暗態按一批開採帶衝因為它已經突變，它突變因為輻射線會傷害，那個時候就傷害到人的 DNA。那 DNA 傷害到呢，到目前為止，我們化學的藥品還是沒辦法。沒有辦法，因為車諾比係世界一個氫氧衝嘅核能的問題。嗰種你嘅意思講嘅音樂係第幾片？伊都提去做8年那個臨床測試，所產生重新發行的一啲音樂係嘛？伊個都做好誒，但是要去臨床測試，就可能藥品。嗰時候你嘅意思講，佢經過臨床測試嘅音樂，嗰時候欣賞基本上有特別帶來按用很珍貴的一個音樂。不過挺有意思嘅就會講，它就是欣賞講嘅一種共振音樂嘛，對不對？因為大家會知道講，哎呀，你講到按度都在應用嘅音樂。我們本你看電視嘅鄉親朋友，大家來體驗一下。嗰時候你一下係咪嚟表演一下按用嘅音樂？時常做啲簡單來講一下，我們本嘅鄉親朋友躺一下吼。嗰時候係咪你下心情會輕平輕？有哦。最後都目足閉着你就像打坐你就耳朵聽，我們叫聆聽，聆聽就是注意的聽這樣的話，它會讓我們的大腦，因為我們大腦一個平衡作用。那它這個音樂呢，它會左邊右邊，它會不一樣的頻率那我們的大腦接受這個左右耳不同頻率的時候，譬如說這邊是400赫茲，這邊410赫茲，那差10赫茲，大腦怎麼辦？它就想去平衡那它就會產生10赫茲，叫阿爾法波的這個腦波那這阿爾法波出來以後呢，我們就很容易到西塔波淺睡。還有德爾塔波熟睡。嗰時候先生一下躺按用嘅音樂嘅時間，係咪就會像先生講嘅，眼睛要閉起來，對，然後心情會不用強鬆，係嘛？不用強鬆嘛。然後用張耳講，你躺一下嘅，感覺輕腳都會進入熟睡，輕腳就會進入熟睡，梗係清洗有按用嘅音樂，因為按摩也係講睡唔得嘅時間，躺起就係用心情平靜，感受一下嘅音樂係用嘅音樂。這種係動珠動珠嘅時間午睡，都躺下，差不多2分鐘就睡睇嚟睡哇！但是午睡不要超過30分鐘。太久誒。因為你進入熟睡的話，叫起來，把你叫起來，你會不舒服。哇！鄉親朋友嘅下有躺到線上帶來嘅音樂嘛？鄉親朋友喺講要注意，時常要講按用嘅音樂其實佢係冇乜嘅節奏嘅。沒有節奏。係冇。也沒有歌詞。冇歌詞。對。然後它一直重複。
哦，给它一直重复。对，它有主旋律、小旋律、次旋律，然后它一直重复，就它有对位、副歌这种，就是音乐物理学里面的东西。其实我个心情系按样呢，不管吼时常讲嘅按沉嘅物理啊，还化学嘅土理哦，清楚嘅事情系，迄讲你弹按样嘅音乐，你嘅心情做得不用轻松。其实按样就有效果的，系冇？做这样讲嘛，其实人轻简单嘛，目的就不用轻松嘛。就时常讲，迄讲你嘅水某有一些问题，有反超水唔提嘅问题，嗰时候你就弹按样嘅音乐，你就衰退了呀。吼，按样迄咩效果就有诶。吼，大家都放松哈。放松。因为我哋用嘅仪器啊，HRV 哈，就是心率变化的那种仪器。然后包括我哈，我们的那个交感都会太亢奋。真的。因为白天大概60。副交感40，加起来是100哈。工作还有种时常讲呢，按有意思，还有乜该做啲分享聊一下嘅，等下常常来讲。今日真歡喜做啲邀請到 Simon 先生來到節目地度哈，同大家來討論公司採訪嘅，其實。在坊間裡面有很多不一樣對人體的一些，像我們說精油療法也好，然後音樂嘅治療也好，因為第一呼起來咧按用嘅節目地度，其實當然就會同大家來分享更多無窮嘅知識也好、資訊也好，就大家多學一點不一樣的東西，看看外面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今日Simon先生特別帶來就會同大家來分享，哇，真有意思哦！共振音樂，然後講到宇宙嘅頻率啦，共振。唔過，一下我係問一個較實際嘅問題吼，因為講呢，因為一般來講，一下用我講40歲過後，也係50歲，一般來講啲幕下嘅家庭主婦都會知道講，好像睡眠睡不好，對，黑某就會起到肩頸痠痛，肩膀呀偏之後輕痠痛，黑某就會記憶力唔好，我知道記憶力唔好，真係呀，很明顯，不管你係做乜嘅事吼，有一天嘅歲數過後，嘅記憶力就越來越唔好。佢說根本嘅，先生就帶來咧，係講有上述按樣嘅三雜問題，有冇相應嘅解決方式哦？是不是就得請 Simon 先生來講一下？比如講睡唔好嘅時節，共振音樂係用，現推嘅精油又係用，養生功法又係用。嗰個因為那個什麼症狀哈，因為到處講課哈，碰到的3個，很多就是睡不好，肩頸痠痛哈，就是肌肉痠痛哈，還有就是記憶力不好。那記憶力不好，因為記憶力是我們健康的一個指標。哇！但是我們都認為是老了就是記憶力不好。其實記憶力唔好，因為我們《黃帝內經》有講哈，女人數字是7歲牙齒長好，14歲開始發育，21歲呢就是發育完成，這個時候結婚生小孩比較沒有問題。47、28是女生一朵花最旺的時候，細胞能量最旺。然後呢，57、35就開始細胞能量就退下來。好，所以記憶力啊什麼都不好。對。然後也容易失眠。尤其我們現在工業化以後，生活步調很快，壓力很大。包括我在內，剛剛有講了 HRV 哈，那一測本來交感是白天60，但是很多跑到80、90，太高了，太高了。對，那就是我們的身體在調理、在運作都要開快車，踩油門。對啊，這樣長期的話，對我們的身體是不好的。真的。啊，所以我們是。我87年因為接觸到這個音樂哈，然後我就一直聽到現在19年哈。那我們現在講這個睡眠品質不好，有些人是什麼睡不着，躺在那邊1萬隻羊數完了，還是睡不着啊。有些什麼睡到3更半夜，然後醒來就又睡不着。錯唔就會按容易4點放起來，4點，對，一定要睡到5點。你睇我應該睡到8點就做得。我係講嗰時嘅黃金時間哈，就會安普12點到早晨5點，一個6點鐘哈，你一天要睡到雷打不醒，你嘅身體嘅新陳代謝才會完整。個最重要嘅乜嘢？就係我哋呼吸啊，同嘅心跳嘅頻率哈，要調回4比，心跳1分鐘72。
呼跟吸18，吸舌除18就4比1。哦，假如说你这个心跳跟呼吸的比例调为4比1，那你第2天起来就感觉什么？很愉快哈。然后是彩色的。那怎么办呢？先生，你讲你嗨嘛，所以按用个啥嘿嘿。好，个睡眠品质不好，听的共振音乐就哈226一个圣经的音乐。3个为什么打3个R？第一个 R 呢，就是 relaxation， 放松。第二个 R 是 recreation， 在制造。比如说更年期，你的女性荷尔蒙慢慢减低啦，这音乐可以让这个生产女性荷尔蒙的细胞再制造。第3个 R 是 rejuvenation， 再生。再生就是比较奇妙了哈。所以这个是用226。那这个精油呢？我们现在是讲的是现代精油，就是97%可以吃的哈。因为我们大家认识的精油都是传统的，除了玫瑰精油以外都不能吃。它这个是经过质谱仪啊、定性定量，然后光谱光谱仪把那个重金属啊、什么化学物质、杂七杂八东西拿掉，所以它是97%可以吃。那你就问啊，3%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吃？因为它是乔木、柏树、杉树、桦树，那本来就不能吃。但是它精油呢，这个精油是可以吃，可以涂抹跟熏香。所以我们就可以挑这个平静复方。平静复方它是有几个单方掺在一起。对。那养生功法养生功法就是像我们这个睡眠就要舒压。那舒压我们有12式。比如说我们讲按摩按摩其实机械动作是就是我们手搓一搓，就是阴阳搓一搓呢，因为机械动作会产生热能。然后我们第一个是从百会穴，百会就是小孩子刚生出来会跳那个磬门，百会穴。然后呢，我们就右边就是这样。这个36次。你说我们现在家里可以这样做？可以啊，因为我现在有戴帽子嘛。然后就这样36次。那你手搓一搓，先搓一搓。像我们现在冬天冷嘛，搓一搓它有热量，热量从这个穴道百会穴进去，它会增进我们的气血循环。小心朋友搓搓手。对，用一下百会穴，还有吗？然后还有再搓一搓，再搓一搓，就是这个额头这里边上下，上下，然后往后也是36次，就是上下36次。意思是讲1、2、3还是按钮100？1、2就自己心里面数1、2、3、4、5、6因为36是66、36好记，好，还有这个运动量才够。对，所以叫做手搓一搓，百会穴手36次，这边额头，对，可以压嘛，对不对？按钮你就可以帮助整个头的舒缓。对，就是你的肌肉神经它可以放松。它不用强手，还有么？就3招。还有这个食指、中指太阳穴也是36。太阳穴，对，太阳穴36摆。我之后也真的有用有时候松板给谁大天大都轻跳的时间有没有？轻 Q 的一个时间，你真紧做得搓一搓有没有？用一下真紧会感觉它舒服。还有太阳穴太阳穴还有用个大鱼际要右片那个脖子这边这边还有这个颈部淋巴，按摩一下也是36。然后再换手36，就是颈部就是颈部淋巴，对，颈部给淋巴有没有？对，因为可以帮助感觉上身上有青头的东西都在挖饱，一直摸，还有吗？有，那个舒压都有12式，12式现在已经好多式了，从嘛青头式，对，还有这个，比如说这里还有内关还有这个腹部，腹部我们顺时针，还有腰部，腰部等于是补充能量，就上下搓。这鸦片按钮腰部，时常，像你们真劲还有看到青岛嘅人，要讲按钮做按摩你的腰部按钮，中央每次你都搓一搓，热量就从后面输入，这样你会腰就直起来。这样子走路有风，吃到，搓用行路有风真劲。其实轻简单不过就会形成讲轻有意思36次。不过吃到最重要，起码心情会不用强松。迄讲你嘅心情，你不用强松，请焦躁嘅时间，搓过你嘅毛好真劲。我说要就会形成讲睡眠嘅问题嘛，还有肩颈酸痛。
对不对？也是可以听按钮欣赏讲的共振音乐。哎呦，因为都放松的，放松的，还有个经由也可以用经络拍打。经络拍打啊，因为我们当初咧躺在仰卧时间，一放松哈，你的身体的敏感度会增加，所以你就有呀，就会酸痛，啊，比如酸，这是肺经哈，肺经啊就要拍打肺经，好，有吗？啊，这边打过来到这边哈，你就这边。这是肺经哈，然后这边大肠经，因为肺跟大肠互为表里，就是说你鼻子不好的人，可能消化，大肠那边哈，直肠那边就会有问题，一个巷子口，一个巷子尾哈，然后再拍回来，拍回来，哎，这边，好，然后这边，好。然后我们再来拍中间，心包经，哎，心包经，最重要是这里哈。这里有个淋巴，腋下淋巴，好，你去，比如说你平常都没有运动，你淋巴的排毒不好，那你去捏一捏哈，这里有像乒乓球的东西，哎呦，那你就把它捏散就好。拍打是，拍打，然后再过来。古时候就会欣赏功诶，大家有吃到吗？欣赏功诶，真的轻松呀。如果你肩颈酸痛的时候，拍打其实也是放松你的经络。我欣赏功按用鼓来再按用转去哦。鬼腹肌啦，都行过来，哎呀，转来时间都对，然后转来到鸦片，都来个心包经，还有最后复习鸦片哦，对，就整个复习一下。哇，有些朋友会没知道真有意思，你不下看天时嘅时间就做得做嚟，做嘛？还有乜嘅分享同本大家嚟聊下，你等下當中嚟講。哇，今日真歡喜做的有請到 Simon 先生來到節目第一度同大家來分享哦，公司採訪共購的時節供的比較熱烈，有沒有？廣告的時候還問老師說，先生還有冇該功夫？有青春不老功啊，就是說我這個很需要青春不老功，意思講叫我輕簡單用嚟做。其實我會知道講，不論係乜嘅門派，也係乜嘅學問，我之後你就會知道供來供去，其實講的都是養生。都會用神嘛，對不對？你的心靈會不用輕鬆，因為時常講會愛用拍打有嘛哈，這裡腋下鴉片黑公你有嘛？像淋巴這邊也是可以捏。蝴蝶袖蝴蝶袖。蝴蝶袖就是腋下淋巴沒有功能不完整。從我時常其實真的做得分享的輕度，因為時常你一日7家做幾多時間愛用嘅練功。我都早晨早晨刷牙洗臉，喝一杯溫開水，然後就站在那邊。就最少30分鐘。你看，就像站樁咁，因為膝蓋微彎。因為有你們有同愛用功啊，叫你就起到幾片有冇？然後雙腳與肩同寬，然後微蹲，按用你，然後膝蓋微彎就好。微彎，脊椎打直有冇？你兩個車公司採訪，你看到輕簡單有冇？35分鐘流汗，整個身體都流汗呢。就是故說其實真嘅係。會練功啊，哈！不過我們上餐節目有講到，最後還要請上來補充一下，記憶力不好啊，這邊還是幫我們講一下。對，記憶力不好也有這個音樂哈，就是注意力，因為沒有注意就沒有記憶。啊，比如說你這個巷子，你住這個巷住10年，但是你平常就沒有注意左邊第一家賣什麼，右邊第一家賣什麼，啊，然後呢雖然住了10年，你朋友打電話給你說，哎，你們那個巷子口那一家有嗎？因為你沒有注意哈，所以沒有注意就沒有記憶哈。那我們現在就是說，第一個要怎麼樣？你要放鬆啊，所以剛剛講氣功有幾百個門派，但是首先就要放鬆。好，那我們這個音樂就是讓你放鬆，讓你放鬆以後，你要練什麼功都 OK，還有你就容易睡着，因為你不睡着的話就很難。那當然還有24式嘅按摩嘛，這也是，對不對？這也很重要。不過說簡單講，有就像經常講誒，其實就會有輕度嘅風濕哈。不過基本上我們還是要跟鄉親朋友來講一下啦，就是說，其實養生注意事項，經常出現說練功鄉親朋友吼，時常嘢攞去上課吼，一堂課都會3點鐘以上吼。不過以前邊嘅節目吼1點鐘，我們是取精華來講，不過那個精華還沒有講到很完整。不過我們還是幫大家整理一下，對不對？時常裡面講到其實還是要依照你的體質，少吃冰冷食物。
不过要真紧黑啊，你会吃冰冷的食物吗？唔会哈。因为我个体质哈，我体质讲平和体质哈。体质呢，应该网络啊会发达哈。你都可以搜寻有个讲中医那个体质的一个网站，它有的网站它会让你做一些题目，就是生活上你会不会常常嘴干舌燥啊，或者便秘啊这些哈？那你做完以后，他就给你一个结论，你是什么体质啊？大概是9大体质。是。好，那你先认识你的体质是什么？像我就是冬天手脚会冷。好，那我早上呢，我就不吃生的、冷的、苦的哈。为什么？因为它退。那像你是购置，有青铜人走省烘虫的时间，会是嘛？该像个奇异果啊，按购置对你来讲是冷的嘛？给属于冷的哈，生的嘛哈。假设你的消化系统不好，常便秘，或者糖就是不成形，那你就少吃这个水果。因为水果是属于冷的，那你真要吃也可以啊。像我就是把冰箱拿出来，先用温水让它回温，不要吃太冷啊，因为你吃冷的东西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要在体温37度左右，才能够。因为你公司采访伫个福喜乐的一个医疗单元有做青岛吃东西嘅东西，大家都知吃东西其实要均粉，要均粉最重要。购置也好啊，抢出也好，不过啲中医嘅观点来看还可以看你嘅体质很用嘅。像我就知道我嘅体质较冷，故说走省方有迄个是购置，我们知道有些冷不过就有先生讲嘅，还有听一点从事缓和嘅运动不过晨间嘅运动要特别注意。唔好做个激烈运动，唔好贴痛嘅。因为俺走肾那个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就是太阳一出来，我们为什么会起床，就是因为肾上腺素分泌，叫你起床然后肾上腺素起来之后，你再去做很激烈的运动像我们现在报纸有看到很多政党的人士，爬山，早上爬山中风。那就是说什么？因为你在爬山的时候，可能你的血压就会更高嘛。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早上做激烈的运动。当然看自己了哈。当然係年轻一点还 OK 啦。尤其係老人家公司采访，像伫個節目底度要加嘅提醒，青島嘅鄉親朋友講有一些隨時嘅走省風起來嘅時間，尤其係寒天，真應該注意你從天氣那個醒衝嘅影響也很大哈。還有第三，這規律睡眠聽錯啦，一天睡眠好好睡嘛哈。不過做唔得用添置用品。比如講，我哋睡眠按不到我哋睡眠嘅時間，我哋嘅腦波要進入到熟睡是0.5到4赫茲。腦波，時常講腦波。對，熟睡的腦波但我們的電呢是60赫茲。所以我在上課時我就常常講，你床頭不要有電器的東西。也係好上癮係一樣嘢，也係好上癮係墨手機嘅，乜都冇快吐會當睡夢，對不對？唔好嘅習慣你嘅充電器充電器因為它要什麼整流降壓，所以它會發生電磁波，所以不要在臥室，不要在床頭櫃一邊充電。唔過記得知道唔方便啊，對唔對？床頭櫃充電，加方便，看那時拿一下就好誒。其實不用太嚴嘅，真嘅。最後是用欣賞講誒，我們要常常按摩，來到嘅血頭，對嗎？對，有放鬆的哈。剛剛講那個12式是放鬆，還有這個記憶力的是24式，但24式是包含前面的12式。我知道應該按樣，應該我請早一天找個 Simon 老師來到亞邊，唔係講呀，對，請 Simon 老師開始教我們12式係用24式係用總共有36式，總共有36式。先生，你按用搞36式愛叫幾時間？36式啊，差唔多要半點鐘。按用做對啦，我做對有像先生，對，係唔係？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去先生？對，愛啲提示。有啊，我有記起來啊，百會穴。對，還有額頭，太陽穴。有啊，我有好起來。肩頸淋巴。記憶力很好。記憶力，來清洗要記憶力。有冇係咪還有你？還有按用大，我昨天大到麥克風按用大勾來，你看按用
哦，还有脚骨哈，有轻度嘅筋膜按摩、脾肝肾、膀胱胆胃，太有趣了。其实讲实在话，根本唔系真的唔系讲从医疗嘅资讯去讲太讲讲听出应用。不过我知道讲，其实你在家里就是要动，你不还是要挺动。其实你做按摩嘅东西，总是让我们的肌肉、肌肉有一些挺同，总是比较好。不过泰卡就会摸那兄，请上我们现在要得到醒常按涌的资讯，我们要去哪里得到按涌的资讯？松庙。对，收网。我现在有部落格哈。有。还有就是我现在是会到，比如说有邀请我，机构啦，或者企业哈，或者团体，然后我去做体验会。哇！体验会，因为你要推广泰卡做的体验系嘛？因为精油哈，精油我们没办法用媒体，对，音乐可以。像音乐大家都听得到，但精油哈，当然我们还没有发明那种电视哈，可以闻到味道的。透过天丝，看天丝就做的批斗有吗？那太厉害了。有，现在有3D 这个打印啊，这个没有问题，科学上没有问题，只是时间。好，所以我现在有安排，就是说只要有邀约，好，然后跟客家电视台联络，我们可以去现场。熏香做按摩、经络拍打这些养生动功把它养成习惯。因为我在推广，主要是养成习惯，是这样对身体会很好。我说其实简单讲，就会讲，你给不给？唐头邱先生、Simon 先生按个分享，其实真有意思。可能你松庙你查一下，几个自信就有几个自信的啦。好，从嘛，可以根本简单讲，就同大家来分享，按用个养生动功的一种理论也好、想法也好，比如说真正情感也欣赏来都这么地度，尤其比接下来。好，按之说，好，用前面希望看见面改天是收播动态哦，听下来就是听先生在做认同了。